使用这个荧幕录影、荧幕直播。这个程式叫 OBS Studio 了，电脑荧幕就可以直播还可以接力接力直播就是这个操作的直播，我结束以后播放影片比如说到场简介影片读经影片按那 Windows Media Player 程式把那个要读经的拉过去，做一个清单然后会按照清单来播放。那选直播，因为是荧幕录影的，不是那个镜头，不是笔记型电脑那个摄影机镜头要选这个串流直播，这个叫荧幕直播，虚拟相机只会使用虚拟相机直播。然后要进入自己的 YouTube 频道首页要进入自己 YouTube 频道首页内。是不是要选了？很容易就忘记了。直播测试这个打字还真不容易想要读经不容易想要看看这个笔记型电脑荧幕上的活动都可以直播。你看，你要先操作这个 OBS 那个程式，然后要去开启那个有没有 Google 搜寻一贯道亲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搜寻以后点按进去，就进入自己的频道了。要有申请这个 YouTube 账号，然后就有自己的频道可以上传影片，经营网络电视台，经营直播。然后你看，要进入这个频道的首页咯。然后你看这个首页，注意看首页荧幕，这个首页的网页有没有网页画面呢？有没有看到这个摄影机摄影机加有一个加号，那个要点按这个点按这个，然后进行直播，有没有中间那个进行直播？要点按那个直播就是要先打开那个，你看这个叫 OBS 的，有没有 OBS 这个来做荧幕直播？电脑笔记型电脑的荧幕有什么画面、什么内容都可以做直播，有没有？目前选的是网络摄影机，但是我们实际上是只有这个电脑荧幕，所以它那个去网络搜寻 OBS 下载以后要去设定，就勾选那个只使用虚拟相机，我只使用虚拟相机，只使用虚拟相机那样。
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因为啊，用那个荧幕直播的就不必那个什么金钥匙。刚刚有直播过了啦，还可以接力直播呢。就说这个直播完了以后，还可以播放那个简介到场的影片呢，读经的影片呢。网络要够快啦，有的佛堂那个是5G 的手机，5G 的手机啦哈，5G 的手机那个那个网络速度才够快的，才不会卡卡的，才不会停顿，播放影片才够快。荧幕直播要选什么呢？看那个画面呢，注意看哦，这个这要勾选呢，勾选场景，你看，勾选那个场景2。刚刚那个场景是第一个是读那个，你看有没有看到读那个资料夹？场景1是读资料夹，场景2是播放这个影片，播放影片。要切换，你看，场景3，想要说做那个网络观看网页的，但目前好像都没有在切换呢，不晓得哪里勾错了啊！这里你看有显示器崛起，还有什么视窗崛起，有没有？应该要整个电脑萤幕画面呢，要用显示器崛起啊，但是没有回应，你看，要用显示器崛起，不是视窗崛起。你看显示器崛起，你看就这么多内容。你看给他那个播放那个有没有？播放庙会的新颖王公庙同济宫庙会活动的影片里面。这个刚刚的直播已经结束了，现在要按这个直播了。原来有直播的时候，这个播放影片的那个位置显示的是直播中。你看这个手机的那个速度慢了，你看那个笔记型电脑荧幕已经在播放影片了，你看这个手机的网页呢都还没有在播放。现在有了，你看。所以那个网络速度也要够快，有的佛堂是5G 的手机比较适合于做这个电脑荧幕的直播了。你看，上课的内容呢，读经呢，影片呢，读经影片要用那个 Windows Media Player，然后来做那个
像你看要切换到这个看文字的要怎么办呢？也要做切换呢。现在好像切换不容易耶，按了没有？按了没有回应耶？什么叫桌面复制啊？哎，真的呢，这样桌面复制哦。应该要选桌面复制诶，也可以显示器的。这样应该是选桌面复制的。就说我们桌面上有做一些切换动作，它都会抓取啊，这样就是显示器不就好了吗？原来要按确定啊。但是这个播放影片的是要场景2呢，但是怎么没有反应呢？奇怪，是哪里做错了吗？你看这里要选呐、选这个显示器的显示器节气，显示器节气啊。你看这样播放那个庙会的影片才会显示出来。那读经的影片也是这样啊。你看这个要相差几秒才会出现呢、就是笔记型电脑已经在播放影片了，但是网络的网页还没有看到呢。要研究啊！你看，手机网络不顺哦，就没有办法马上看到那个实际的内容。那希望也可以做那个读经影片的。你看这个影片都有，还有在动作，但是声音怎么没有了？可见的网络也是跑的，可能也是电脑也是跑的不够顺了。网络要够顺够快，电脑的那个操作也要够顺够快。得来不易啊！要做这个网络直播，如果那个全天的话，还要防那个电脑过热嘞。现在有了，现在网页上画面有看到了，防过热诶，防那个故障诶，防火灾诶，还要耗电啊，花钱啊，
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啦。